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15章。这个代志了后，押沙龙为家己准备马甲战车，搁派50个兵伫头前开路。押沙龙常常早早起来，徛伫城门口的路边，若有人有案件要互王判断，押沙龙就叫伊来，问伊讲：“你是倒一个城的人？”伊应讲：“仆人是以色列某一个支族的人。”押沙龙甲伊讲：“你的案件合情合理，毋过王无交代人处理你的案件。”押沙龙阁讲：“可惜无人指派我做即个地的审判官。若有人有相告着审判的案件来我遮，我会照公道判决。若有人来拜伊，伊就伸手牵伊，甲伊针。以色列人的中间，若有人要去见王请求判断，押沙龙拢安尼对待因。押沙龙用安尼暗中得到以色列人的心。4年后，押沙龙对王讲：“今日准我去希伯伦，互我通对上主谢愿。因为仆人住伫叙利亚的基述的时，有下愿讲：上主若互我搁倒来耶路撒冷，我要去希伯伦服侍上主。”王甲伊讲：“你通平安去。”押沙龙就出发去希伯伦。押沙龙暗中派使者去以色列逐个支族讲：“恁一个听到扫角的声就话讲，押沙龙伫希伯伦做王啦。”毋过，押沙龙对耶路撒冷所请甲伊去迄200个人，拢毋知代志的头尾。押沙龙献祭的时，派人去基罗城，请代笔的参谋阿希多弗来。对安尼缀押沙龙的人哪来哪济，反叛的势面哪来哪强。有人来甲代笔报告讲，以色列人的心拢归向押沙龙啦。代笔对遐个甲伊伫耶路撒冷的人臣讲：“起来，咱着逃走，若无，咱袂当逃避押沙龙，着赶紧走，才免伊连绵入着咱，伤害咱，杀死城内的人。”王的人臣甲王讲：“阮的主，阮的王所决定的，你的仆人拢要照安尼做。”王出城，伊的家眷拢缀伫伊的后面，只有留10个嫔妃顾王宫。城内的人嘛缀王离开，因行到城的最后一间厝停地。王的人臣拢伫伊的面前行过去，所有的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、甲腿迦得缀伊来迄600个迦得人，嘛拢伫王的面前行过去。王甲迦得人以太讲：“你是安怎要甲阮去？着倒去我身王。你是外国人，对你的本国倒难来遮。你昨昏才来，今仔日我家己都毋知要去倒位，哪通互你甲阮做伙漂流？转去，甲你的兄弟做伙带倒去。愿上主用慈爱信实对待你。”以太应王讲：“我去应我的上主，伫我的主我的王面前咒詛。王无论伫什么所在，你的仆人无论死活，拢会伫遐。”代笔甲以太讲：“好，你进前行。”迦得人以太甲遐个缀伊的人，甲所有的囡仔就拢过去。
军体王诶人过去诶时，所有人拢大声啼哭。王过吉伦溪谷，人民嘛过去，往趁旷野诶路行去。看咧，这是杀毒来啦！所有缀伊诶利未人嘛跟上帝诶约柜来，因将上帝约柜下伫遐，阿比亚他嘛来到遐，听候对城内出来诶人民拢过去。王甲杀毒讲：你跟上帝约柜倒去城内，我若得到上主诶恩典，伊会互我倒来，互我搁看到约柜，甲藏约柜诶所在。上主若讲我无介意你，愿意照伊诶意思对待我。王搁甲杀毒讲：你敢毋是先见？你通平安倒去城内，你诶囝阿希玛斯甲阿比亚他诶囝约拿单，拢通甲你做伙倒去。我会伫旷野诶渡口等候恁报消息互我。撒督甲阿比亚他就跟上帝约柜倒去耶路撒冷，因就留伫遐。大卫对往加拉山诶路上去，砍头脱赤骹，哪行哪吼。缀伊诶人嘛砍头上去，哪行哪吼。有人报大卫讲，阿希多弗嘛缀押沙龙伫叛党诶中间。大卫讲：上主啊，求你互阿希多弗诶计谋落空。大卫上到山顶敬拜上帝诶所在诶时，阿基人护士拆里衫，头壳散火夫来迎接伊。大卫甲伊讲：你若甲我去，会拖累我。你若倒去城内，甲押沙龙讲：王啊，我要做你诶仆人。我以前做你老爸诶仆人，呾我嘛要安尼做你诶仆人。安尼，你就会当替我破坏阿希多弗诶计谋。这时撒督甲阿比亚他嘛会甲你伫遐，你伫王宫所听到诶，就甲这时撒督甲阿比亚他讲。撒督诶囝阿希玛斯、阿比亚他诶囝约拿单嘛甲因伫遐，恁所听到诶，就交代因来报我。对安尼，押沙龙入耶路撒冷诶时，大卫诶朋友护士嘛入城。